迎大家收睇財富訊息。今日我哋邀請咗盧博買亞洲嘅蕭佩玲 Christy， 同大家探討一下有關下半年嘅投資部署同埋板塊潛力。Christy 美聯儲主席6月份上任之後，貨幣政策都出現咗明顯嘅轉向。但係近期美國嘅經濟數據就好壞參半。你哋對於美聯儲下半年嘅貨幣政策睇法係點呢？市場普遍預計聯儲局將加息1至2次，但我哋認為實際加息嘅機會並唔高。而家通脹升溫主要由油價上漲所帶動，對整體通脹嘅影響較為明顯。然而傳導去到核心通脹嘅效應卻相當有限。隨住油價壓力逐漸消退，我哋預計整體通脹將於明年年中回落至大概2% 以上，整體走勢趨向溫和。喺策略部署上面，我哋傾向佈局於短年期美國國債，一方面提供具吸引力嘅利息回報，另一方面亦能夠有效緩衝長端利率波動對組合嘅潛在衝擊，風險回報相對上比較理想。咁喺而家宏觀嘅環境都相對比較複雜嘅背景底下，短年期嘅債息上升，加上波動性都比較低，確實可以為組合提供一定嘅防禦能力。不過目前美聯儲嘅貨幣政策路徑不確定性都比較高啲，所以債市嘅部署上邊都要避免將所有嘅注碼係壓住喺單一市場嘅。係㗎，所以投資者應該因應市況調整組合嘅配置。喺把握機遇嘅同時，更加有效咁管理風險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債券市場而家嘅孳息率較1年前已經吸引得多。對於希望構建均衡配置組合嘅投資者，而家正係重新審視同埋增加債券配置嘅理想時機。咁除咗用一啲固定收益做好防守之外，我哋都可以發掘一下股市嘅機會。Christy 近期美股嘅新股活動都頻繁，並且都係集中咗喺唔少嘅新興產業，例如係太空經濟、人工智能模型等等。你哋對於呢啲產業睇法係點啊？今年美股嘅新股熱潮轉向由未來科技主導，例如太空經濟，好多人以為只係同火箭或者衛星有關，但實際上佢嘅商機遠不止於此。有機構預測，去到2035年，太空經濟嘅商機將高達1.8萬億美元。至於不同私人企業大規模咁樣投入資金，令到火箭發射嘅成本大幅下降，成個太空產業嘅面貌亦都因為咁煥然一新。太空科技嘅應用其實早已經超出大家嘅想象，衛星通訊、物聯網、精準農業都運用到太空基礎設施。而家投資太空經濟領域，唔代表你需要持有一支火箭。衛星製造商、國防承包商、半導體企業，各式各樣嘅上市公司都同太空經濟息息相關。投資太空經濟入場門檻其實比大家想象中低得多。咁太空經濟嘅行業啦，涉獵嘅範疇咁廣啦，如果喺入面要做啲篩選嘅話，而家邊一個嘅細分板塊嘅催化係最明顯呢？第一係國防需求嘅結構性升溫。喺而家戰略格局入面，太空經濟其實係關鍵嘅所在。通訊、政策、威脅攔截、國防體系好多環節都離唔開太空經濟。各地政府嘅國防預算正在快速咁樣增加。第二就係手機直連衛星通訊。大家試諗一下，搭飛機、郵輪，甚至身處喺偏遠嘅山區，唔需要任何額外嘅裝置，只需要一部普通嘅智能電話，就可以直接連接太空嘅衛星，隨時隨地保持通訊。呢項技術正在快速咁樣應用。咁喺實際嘅操作入面用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投資者捕捉到呢啲機會呢？其中一個方法係採用啞鈴策略。啞鈴嘅左邊係穩健嘅核心持倉，我哋會持有業務成熟、現金流穩定嘅企業，例如大型衛星運營商同埋長期持有政府合約嘅國防承包商。呢啲企業為成個投資組合提供穩定嘅基礎。而啞鈴嘅右邊就係具增長性潛力嘅早期企業。太空投資關鍵在於合理控制倉位配置，並且密切咁樣追蹤幾項關鍵嘅指標。呢間公司究竟係咪已經取得重要嘅合約？發射計劃係咪按進度推進？政府預算嘅擴張係咪對其有利？業務管道係咪已經轉化為實際嘅收入？呢啲信號係判斷投資論點可唔可以持續推進嘅關鍵。左右互補，穩中求勝，呢一個就係我哋駕馭太空投資嘅方式。今日都唔該晒 Christy，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